为了要解决这粪扫囤归堆的问题，云林县政府伫2020年引进零废弃资源化系统，把这粪扫废弃物转换做燃料来代替青土炭，希望会当卖予业者使用。不过业者认为讲这价格伤过悬啊，无度普遍。县政府也希望中央赶紧修法，定出奖励办法。把粪扫送入去零废弃资源化系统，转做隐形燃料，也就是咱一般咧讲的燃料棒。 会当取代过去的土炭，加做微炉燃料参配使用。为了解决云林县的粪扫危机，县府2020年就引进这套系统。不过，即马嘛拄到燃料棒库存伤济的问题。目前呢，云林县确实我们在垃圾转成 SRF 那一天大概是150吨的一个 SRF 的一个产生量哈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堆置大概1万多吨哈。那主要就是我们塑化公司这边只有一套的设备好来进行操作哈。 环保局表示，云林县府的隐形燃料棒以有价方式卖予厂商，不过因为介绍高、销量受限制，嘛影响到零废弃资源化系统无法度全力运转。希望中央会当针对运用隐形燃料、再生能源，定相关的奖励办法。六轻这边混烧是添加已经到5%了，那它要再添加到10%。 好，甚至到20%，它有一些法律上面的限制啊，所以目前我们也针对添加到20%，我们也请中央这边来进行修法哈。环保局表示，中央定出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，不过目前也未针对减碳效益提出进度。正在厂商保持观察的态度，无愿意投资改善设备。如果年底6轻会阁增加机组消土燃料棒的库存，希望中央机关会当协助订相关的法令规范，推广废弃物资源化。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。